講起上去深圳睇牙係咪仲係覺得好遙遠、好麻煩？同你講，而家真係唔使再擔心啦。我啱啱去完返嚟，簡直係發現新大陸。我今次去嘅係維港口腔，佢哋個名你聽過未？真係勁多香港人同外國人去幫襯㗎。最正係佢哋診所就喺福田口岸旁邊，你過完關行幾步就到，方便到難以置信，完全唔使山長水遠搭車揾到頭都暈。維港俾我第一個感覺就係乾淨。佢哋嘅消毒真係做得超級嚴謹，好多工具都係獨立包裝，即用即開，仲有咩高溫高壓消毒。見到咁專業嘅環境，個心即刻定晒。我今次主要係想剝上面隻智慧齒，你知啦，平時我哋剝隻智慧牙閒閒地都幾千銀，你估維港收幾多？400蚊人仔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真係400蚊，仲要係包咗免費問診檢查，照 X 光同埋 CT， 醫生會好詳細同你講解個牙況，絕對唔會硬 sell。等你清清楚楚先決定。照完 CT， 醫生好快就揾到隻牙嘅位置，手勢又好快就搞掂，過程好順利。所以話，與其喺香港等到頸都長，又使多咁多錢，真係不如上深圳維港口腔啦，又近又專業又抵。快啲撳入下方拎諮詢預約啦，話唔定仲有其他優惠添。試過你就知啦，性價比真係冇得輸啊！